之前都有同大家分享過，每朝都一定要食早餐，食2隻雞蛋點住都得。而晚餐呢，就一個星期建議食2-3餐牛肉，記得要配埋綠色蔬菜一齊食喎，效果會特別好㗎。咁不如今日就講下，如果想生頭髮嘅話，有咩係唔建議食啦？第一就係唔建議食得太辣，因為會容易令到頭皮出油。如果處理得唔好嘅話，就會倒身無郎，影響頭髮生長啦。第二就係唔建議食得太甜，因為頭皮會容易發炎同埋生頭瘡。經驗話俾我哋聽，容易發炎嘅身體狀況都會難啲生頭髮㗎。另外俾多個 tips 大家，如果平日晏晝或者煲劇嘅時候口痕想食零食嘅話，試下冇食薯片，食個杏仁啦，好處非常多，仲可以幫助到生頭髮添。想知更加多，記得 follow 晒我哋 IG 同 Facebook 啦。有需要嘅話，可以預約免費嘅頭皮檢測，真正嘅專業，真正幫到你。我係你嘅髮療師 Shelly，下次見。